每個禮拜我哋都有唱詩歌、讀聖經同埋彼此代禱嘅時間。團契會喺唔同嘅家庭輪流舉行。每年會有旅行，包括培訓。每年一次退休會，好使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，凡事蒙佢嘅喜悅，喺一切善事上結果子，對神嘅認識更有長進。歌羅西書1章10節。